哦，唔係我唔落波天魔，點解縮個天魔，靚模天后。因為你啲英文差啊嘛，有個任務就係要揾一個靚模咯，係咪？有我哋做職務員，我講到乜嘢？啱啊！靚模天后，唔好喺度亂講嘢。所以唔係啊，所以有個陰謀，唔係啊，係有個任務啊。而家唔係教緊中文，係教緊英文，因為呢個節目名係叫乜嘢咧 ？It's so easy。唔係啊，反斗英語啊。喂 ，Dino， 不如你拍我啦，係嘛？好。咁簡單。